中央社河内24日电，越南北部地区非洲猪瘟疫情升温，继新安和太平2省后，海防市兽医部门近日也在当地发现病例，成为全国第3个省市沦为疫区。越南兽医局日前在新安省 Phong Nha 和太平省 Thái Bình 发现8个农户养殖的猪场感染非洲猪瘟病毒，19日宣布沦为疫区。青年报新闻网站报道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兽医局官员证实，已在海防市 Hai Phong 水源县 Quy Nhon 验出非洲猪瘟疫情病毒。报道指出，兽医部门22日在当地一个农户猪场采取5项死猪样本送验，结果其中2项样本对非洲猪瘟呈现阳性。越南兽医局正与海防市相关部门配合展开封锁疫区与防疫等作业，以免疫情继续蔓延。越南兽医局19日宣布首度发现非洲猪瘟病例，沦为疫区，成为亚洲继中国、蒙古后第3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，也是东南亚第1个发生疫情的国家。越南兽医部门官员表示，由于越中边界地区人员来往频繁，以及越南境内猪肉运输、买卖活动热络，尤其是春节前后时间更为热络，因此非洲猪瘟疫情继续蔓延的危机升高。编辑：陈永昌，108-0224。